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所講嘅就係瀕死經驗，可能喺 Facebook 入邊會比較多描述自己曾經經歷過嘅瀕死經驗，但係喺 YouTube 上好似應該比較少講啲。咁今集呢，我就會用一個比喻就去描述呢個瀕死經驗。咁生命呢，就好似一封回郵信件咁樣嘅，咁喺嗰個介乎於生死之間嘅神聖時刻，曾經經歷咗一場前所未有嘅心靈洗禮。嗰次唔單止係一次瀕死經驗，更好似係收咗一封寄俾自己嘅信件，係一封自己親手寫嘅回郵信。咁呢一個親歷其境嘅方式展現喺我面前嘅時候，讓我能夠好似體驗翻成個人生係一個好真切嘅生命回顧。每一個選擇，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為都好似電影咁樣一一重現。咁喺瀕死經驗入邊嘅生命回顧，所以我成日喺度想像咧究竟我哋做社工啊，做輔導生命回顧嘅方式，會唔會係嚟自瀕死經驗嘅啟發咧？我成日都有個呢個好奇。咁喺呢個回顧入邊，會有開心嘅時刻啦，好多美好嘅時刻啦，但係會更加睇到自己一啲曾經做過唔好嘅事，會有懺悔，會有愧疚嘅地方。咁最記得就係細個住喺黃竹坑新村，就同妹妹喺球場度打籃球。咁我就蝦妹妹，我話你去執嗰個籃球啦，即係點啊妹妹。然後妹妹就跌咗喺地下。咁我哋細個嗰陣時啲球場就冇而家嗰啲地下咁靚嘅，全部都係凹凹凸凸。咁妹妹就即係炒到嗰個膝頭哥爛晒，啲沙石都混落晒個傷口嗰度。咁呢一個瀕死經驗入邊嘅生命回顧，係好似能夠代入咗妹妹嘅感官，直頭我係感受到佢嗰種痛啦，甚至係聽到佢叫媽媽好驚，喊住嗰種內在嘅聲音。咁當時我就痛哭流涕啦，喺心入邊就發願，如果生命再有一次機會嘅話，我就唔會再犯呢啲錯噶啦，咁樣。但係好想話俾大家聽呢，人生呢就係一個不斷從錯誤中學習同埋成長嘅過程嚟嘅。咁喺嗰個神聖嘅時刻，淚水咧就好似洗滌咗自己嘅心靈一樣。呢個讓我有一個好深刻嘅反思，就係宗教所講嘅審判咧，其實唔係懲罰你，而係讓你回顧一生，去睇翻生命當中嘅種種，去讓你去懺悔，其實係一個好自然嘅心靈洗滌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呢一封回郵信帶俾我咩意義呢？就係原來我哋每日嘅行為、思想、選擇，其實都係寫緊呢一封信，寫緊呢一封信。所以我哋每一日咧，其實都係要帶住呢個覺知去活着啦。因為去到生命嘅時候咧，生命盡頭嘅時候咧，你係不得不要睇翻自己所寫嘅呢一封回郵信。咁呢個回顧唔單止係回憶啦，而係一種超越咗時間同埋空間嘅一個歷程嘅一個體驗。就好似體驗到每一個當下嘅情緒，理解到每一個決定嘅後果，體會到每一個行為對其他人或者其他事情所帶嚟嘅影響，就好似過去、現在、未來，你好似一次過
貫通咗，或者係睇睇睇到晒。呢個感覺就好似你睇到所有嘅因果啊、因緣啊，所以你會有一種覺知，係每一個選擇，其實我哋都要好好去做呢個決定。好啦，咁如果你係呢個收信人嘅時候，誒、你會點呢？係啦，如果你收到呢一封信嘅，你會希望睇到嘅係咩內容？會係充滿愛同光明啊，定係需要更多嘅寬恕啊，或者理解啊？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重新去寫呢一封回郵信，我哋可以擺更多嘅愛啦、善意啦，同埋智慧啦。咁當我哋明白咗，去到我哋死嘅時候會重新面對自己人生一次嘅時候，咁我哋就會知道啊，其實每一個當下、每一個決定、每一個選擇都係非常之珍貴嘅。你會係選擇善良啊，定係冷漠啊？會選擇係去原諒啊，定係充滿憤恨啦？其實我哋都喺度寫緊呢一封信。咁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而家就要為未來嘅自己寫封信，你會想寫啲乜嘢嘢咧？你會喺讀呢一封信嘅時候，會想睇到一個點樣嘅自己咧？咁我成日都想像咧，我希望當我再一次死亡嘅時候，我能夠可以多謝每一個時空嘅雨峰做咗好好嘅決定啊，帶住愛啊，帶住慈悲啊，帶住覺知，帶住智慧去做選擇同埋做決定。好啦，咁大家準備好未咧？嚇，你唔使寫俾我嘅，係啦。不過你同我分享都好歡迎。用愛書寫就係讓每一日都充滿住愛同埋慈悲。用光明去書寫，就係選擇去成為他人嘅生命中嘅光。用成長去書寫，就係每一次跌低都係成長嘅一個機會。生命嘅意義唔在於長短，而係在於我哋點樣用心去書寫呢一封我哋死嘅時候會再睇返嘅呢一封嘅回郵信。多謝大家收睇靈養社工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亦都期待將來可以分享其他有關喺瀕死經驗入邊體會到嘅歷程。係啦，咁啊邀請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好，拜拜。